我出生在浙江嵊州的一个小山村，父亲喜欢越剧，常常兴之所至唱上一段。那是我关于越剧最早的启蒙。后来总有人问我，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走越剧这条路？也许是因为在那个闭塞的空间里，唯有越剧这一门艺术，因为深入了乡村的泥土而生机勃勃。后来我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越剧演员，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次回村总能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放越剧，悠扬的乐音就这样摇曳着飘进了乡间的袅袅炊烟。屋檐下是村里人越来越红火的日子。现在人们喜爱越剧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2024年8月，我回到家乡为嵊州村越开幕式演唱主题曲。参赛选手们都是不问出身的越剧爱好者，有小到6岁的孩童，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有退休的专业演员，也有来自贵州的理发师。他们都像是我的老熟人，是记忆里在田间忙累了会唱上几句的父亲，是每天伴着越剧升起炊烟的父老乡亲，是坐在台下会忘情的哭忘情的笑的观众，是从这门艺术中获得了最纯粹快乐的人。这份快乐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了漫长岁月，还将以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方式继续绵延下去。